有道德无知识，移山救主；有知识无道德，害人不浅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一生缘》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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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同心志，同心命，提出信心力量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同心志，同心命，提出信心力量。我永远都会记你，因为文昌迄句话，天生，你让我好无？得句咧，这款的错误，我绝对袂过第二遍。你真正改变啊！也毋过我甲以前同款，伊原是遐尔啊软正。在饲甲的时阵，我包括文昌，伊死了后，我剩你通外靠。有当时啊，我在想，这世间若无你，我敢真正活袂落去啊！袂，你会好好活落去。厝后，你会活好更较快乐，更较有尊严。我咧想讲，当咱都遮做啊，结婚是咱两个代志，莫去劳烦别人。咱来去法院公证结婚就好。我有请传老伯啊，甲咱做主婚礼。还阁结婚的物件，我拢派人传好势啊。你看好不好？所有代志你处理就好啊，我无意见。阿姐，这几年，对恁阿婆的消息无？我老实甲你讲，我真早就要甲厝婿来行头家呢。也毋过，我顶一摆要来的时阵，伫迄路顶有撞到恁阿母。我看伊的清查，伊的生活应该过了袂歹，所以我无甲伊相见。自从我发生意外，要陪我倒转来台湾，我有听村长伯仔甲我讲，讲恁阿母甲天生。阿爸，等摆讲这个代志好无？玉清，是
现在莫讲，敢讲有一寡代志，你已经知影。玉珍，你甲阿爸讲好无？因为阿爸到今仔还阁唔敢相信恁阿母是迄款人。伊就是迄款人，是我亲目睭看到。假使伊若毋是这款人，我家己亲嘛袂吃遐济苦。假使伊若毋是这款人，咱也免分开遐济年。假使伊若是毋是款人，亲啊嘛袂回想，阿嬷嘛袂死，咱亲啊嘛袂变成安尼。这所有一切，拢是伊害，拢是伊害。小平，真正是迄款人，伊真正甲天生做。阿爸，你敢知伊过什么日子？伊大大间厝，伊坐的是乌头的车，伊出门拢有人咧甲伊风台，开喙都有饭通食，连破病都会请看护。你敢知影？我就是伊请的看护。玉珍，你阿爸。我恨你，我逐天看到伊，我拢在怨恨你。啊，伊敢知影你是玉珍？伊当然唔知影，就算讲伊认出来，我嘛无可能信你，因为我根本就无伊这款阿母，而且。今仔日杨天生甲我讲，伊后礼拜就要甲阿母结婚。阿爸，你想看卖啊？像这款人，伊敢有资格做我阿母？伊敢有资格做你的家阿母？这代志，我阁唔敢互你真知影。我无希望去影响到伊。我敢若想讲要互玉清，好好读书，将来当做一个有出头的人。我嘛无希望，因为伊有这款的人物。互伊感觉见笑，一世人拢无法度将头壳举起。你迄客厅呢？伊谁也无留落来。我知你即摆上需要人陪，伊谁也无留来陪你。哼，连我家己的后生哦，嘛讲话甲我刺去。囡仔的老爸不爱治我，连家己的后生嘛不爱治我这个老母。无要紧啊，恁拢走啦，留我家己一个人啦，拢走莫插我啦。阿母。假使讲我无爱插你，我谁人要转来？你哪着爱安尼，你哪着爱安尼啦？你敢袂当较振作？假使讲你若较振作，杨当署长就转来找你啊啦！你看你从你家己走成安尼，人无成人鬼无成鬼，是啥物人敢插你？啥物人敢插你啦？振作？当我一个趁食查某，我有啥物通好振作的啦？我自细汉无爸无母。红袂去地点啊啦！振作2字安怎写，我阁唔知影。糟蹋！我自细汉从走大到大汉，
真无简单。我拄着你迄个无良心的人，真正，我掠准讲哦，伊甲别个查甫人拢无共款，真正无共款。伊比任何人搁较凶，带几身钱互我，就讲伊要结婚啊，要带迄个死狐狸遮，好啊，伊去带。志强，我甲你讲，伊迄个死无良心的老爸有甲你讲过，伊讲你若有任何的需要。做你去找伊，辉德啊！你嘛感觉讲我这个做老母的无才调，会写你的名字。你家己好好爱想看卖。假使讲啊，你若想要搬出去，想要去找你迄个无良心的老爸，无要紧，你早你去随在你啦！我无可能就你这样留踮遮，你看安尼我嘛是我的阿母。你莫骗我啦！你唔免嗲讲好听话，想要安慰我？哼！你要去找迄个狐狸精，要去找迄个死狐狸精。你也受骗，你死狐狸精！我的海角天主，讲生命，付出心心一命。哦，啊，对啊。哎，玉清，快！你日头伫咧当兵无毋对啊？啊，啥若所有代志拢改变？奇怪，你是在讲啥？我咧讲你啊。我是安怎样？较早吼，就算是日头拍尻川，你嘛无可能起来啦。啊，搁有，就算阿母跪落来叫你帮伊做代志，你嘛无可能帮伊做。今仔日你遐早起来，啊，搁斗拼厝内。好，我知影，真相。喂，你是在想啥？天要落红雨啊！哦，无半工你是在讲这件代志哦？啊，无你继续咧讲啥？我甲你讲啦，我即马吼，较早无共啊。就是因为你无共啊，我才咧替你烦恼。烦恼啥？烦恼你是毋是破病啊？哎，美观啦，你莫安尼讲啦。对啦，我承认讲吼，较早我是较袂晓想啦。啊，我吼，即马我有一个阿爸呢，我有一个正常的家庭，我想吼，我应该要有淡薄仔改变。改变？要毋过你这款改变，我实在是足袂惯势。哎，美观啦，我甲你讲，吼，因为我跟阿爸即马甲大家见面啊，对无？我吼应该害一个好印象，吼，还知影讲我即马已经大汉啦，已经吼毋免搁害操烦啦。对，下来手来，这才是较早的热情。我甲你讲啦，无看遐北京嘛是有啦，佮讲要改变，是啥？哎，美观啦，你嘛莫安尼对无？咱是好兄弟呢。啥个人兄弟？好，兄妹，是姐弟啊。啊，姐弟啊！哦，你最后计较呢。哎，我甲你讲哦，我昨吼想几暝哦。想啥？我咧想吼，咱两个啊，迄落会亲像吼一家伙仔共款。咱本来就是一家伙仔，是讲啥？哎呦，迄甲以前无共款啦。我意思是讲吼，咱的关系啊吼，会搁较亲哦，会搁较接近，会搁较亲像迄款哦，
我都分开哦，即款一家伙仔迄款关系。玉清，你想要创啥？我是讲吼，阮阿爸甲恁阿母啊，有可能会结婚呢。安尼咱的关系吼，就搁较亲啊。是讲啥啦？吼，美观啦，敢讲你看袂出来的哦？我足早以前我就甲你讲过啊。我讲吼，恁阿母啊对阮阿爸有好感啊，有无？啊无哪有可能偷偷甲阮阿爸藏起？有一届啦，我看到恁阿母吼，伫遐咧炖鸡汤的时阵啊，互伊喙角开安尼，微啊笑，偌尔幸福咧。迄当阵我就知影吼，恁阿母咧杀阮阿爸，啊，即摆阮阿爸转来啊，对无？恁阿母一定会足欢喜的。你是咧讲啥啦？你妈别讲哦，我阿母对你阿爸会遐尔照顾，是因为你阿爸和我识个迄阿爸有淡薄仔性，所以我阿母唔才会遐尔关心伊。好，对，安尼搁较有可能啊，都是因为吼，阮阿爸甲你死去的阿爸吼足像的，安尼恁阿母哦，才会怀念讲伊死去的翁啊，安尼哦，继续安尼发展落去，紧啊，因两个真紧来结婚，安尼哦，咱真紧就变亲情。玉清啊，你是后袂讲啥？去准备读书啦。好。李官，惊啥？我唔要去煮啊啦。你实在是有够戆呢！行！好啊，母，和阮来换衫哦。哎呀！莫听玉清啊，伫遐后边讲话啦。昨暗困了好无？我困了真好啦。我来准备食饭吼。头家娘，我感情是亲像你死去的翁婿，所以你才会安尼照顾我。无成，一点仔都无成。有金，有金！哎呀，你到底想要创啥啦？我不想要做啥，想要看到你尔。我谁哪会互你看？你是我的女友，不管什么事。你莫讲这啦，我无迄个心情啦。好啦，我所有代志你无可能去关心啦。志强，我心情无好，咱搁讲了嘛是冤家啦。你是咧烦恼啥？你到底咧烦恼啥？阮阿爸要结婚啊，要不伊要娶的人不是阮阿母，你敢有可能比我中国我烦恼？你从来毋捌提起过，所以我一点仔都无了解。你当然嘛唔知影，因为你从来拢无想要了解。我再讲，这不是啥物公菜的代志。是安怎？咱两个拄着同款的代志。阮阿母嘛要结婚，你的意思是讲？也毋过伊要嫁，同款毋是阮阿爸。我会记你爸讲，你阿爸不是一定死。可能是天公伯有目睭，伊唔肯互一个好人遐尼早死，伊要将阮阿爸的性命留落来，留落来看迄个歹查某的下场。你做挽回你阿母的事，敢讲你袂挽回恁阿爸？你会安尼讲，就表示讲你够咧爱你阿母。我无爱，我恨。有金，他孙若无爱，就无可能管。看你海角天边，心事讲生命，提出心心进来。是。头家娘，我有几句话想要对你讲，我是不是会当去来？请坐啦。有啥？
头家娘，你是阮世界大恩情人，玉珍甲玉清，你照顾因10几年，你搁救我的性命，就算讲我互你搁较侪钱，嘛是无够的。你唔通安尼讲啦，玉清甲玉珍生出遐尼古水，遮尼得人疼，就算讲拄着任何人，嘛拢唔甘因伫外口伫流浪，伫遐伫食苦。玉珍甲玉清会当拄着你遮尼好的人，真正是因的福气啦。齐先生，等你即马囡仔找着啊，以后有啥物打算？我即摆唯一想要做的，就是想办法来弥补我对玉珍甲玉清这10几年来的亏欠。我要认真拍拼找头路，我要互伊过着好日子，我袂搁再互因受着任何的委屈甲痛苦啊！齐先生，其实你会继续大落去。一路上，你是阮唯一，我要用真心